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个武汉肺炎冲击到旅游的市场，机场是冷冷清清。即卖坐飞机的人剩3成左右，毋若飞中国香港、澳门的航线大量来减班，日本的航线嘛陆续咧减班，这东南亚的航线嘛是共款，嘛咧减班。即卖这个航空公司是尽量降低成本来度小月。 机场真谨慎，好有措施，唔敢大意，但是人潮也是不如过去，达成率只剩3成左右。旅客担心疫情延烧，拢取消退票，而且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中港澳航线减班，再来是日本航线嘛开始陆续减班，甚至是东南亚航线嘛拢跟进。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就是蛮多的，这个载客率，据最近去新马的人表示说，机上的这个满客率大概只有3成吧。 那有些甚至就是原本是用大飞机飞，然后改成用小飞机飞哈。新加坡航空公告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台北往回新加坡部分的航班取消，对于这个月24到5月初8就取消28班。中洋航空、中华航空嘛拢表示，3月开始台北往回新加坡部分的航班会取消，但是维持1班以上的运作。 大概出发前1个月开始打电话哈，那如果说是联航的话，就要再早一点，因为联航的这个人手比较不足啊。其实你可以看看，就是说你要去的地方是不是会被调高警示的等级。交通部管公局配合防疫措施，甲考虑疫情发展，决定持续暂停旅行业组团前往香港、澳门地区旅游。旅游禁令嘛，对于3月底延长到4月底，民众会当透过网站或者是专线查询相关的资讯。